继续来看，这台货车的驾驶实在真无斟酌，伊是驶离西滨快速道路分林的路段，车斗来载着办道用的道面，但是根本都把无好势，结果这个道面沿路一地一直喷飞出去，小连线飞出去11地道面，佮滴落对向的车道，差一点去牵到油罐车，实在是有够危险。 头前一台货车车后斗真侪块刀啊飞出来，就亲像飞盘共款，互后边驾驶惊个两脚。很可怕，然后很怕顺着海风这样吹过来会砸到我的车。驶伫咧后边驾驶惊一条，速度放慢，唔敢挖过去。货车驾驶嘛无发现伊的刀啊飞出去，伊继续咧驶，有4块刀啊飞到真悬，飞去对向车道，险啊去击到油罐车。如果开在后面很危险，如果飞到那个挡风玻璃上面的话，这样子会。 很容易就会被砸到啊！四台货车同时驶伫咧西滨快速道路上北分林往中华路段，拢总有在地板的刀啊射出去。它是有那个货物未捆扎牢固，因而有掉落脱落，快速道路上行驶。那我们会处新台币12000元以上至18000元以下罚款。警察研判，货车后斗的刀啊，应该是无把好势，才会飞出去。若击到后边车，是会发生严重车祸。 西滨快速道路车速真紧，驶车爱特别细腻。有货车弄到护栏，车顶的杠杠飞去对向车道。有3台沙石车暗时无看到弄回去，车头阁弄啊倒火。驾驶掉伫车内，红送去病院。车祸发生伫咧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路段，涂骹拢是杠杠含废弃物。看到的时候就这样啊，我闪不及，他去擦撞到那个钢筋了。 警察统计，西滨苗栗段到即马为止，已经发生14件车祸，2个人死去，17个人受伤。顶个月就掠289件违规，超速10208件。计有到1个月，阁有4台车烧弄，互4个人受伤。车祸的原因，警察等受伤的驾驶精神，才当继续